呢嚿石一啲都唔阻埞啊，仲有特別建議添。係咩？點解嘅？因為我發上嚟先講啦。好啦，上去。哇！呢個咁阻埞都話唔阻啊！係啊，坐低先啦。好啦。其實咧，以前咧呢一帶咧係個海嚟㗎，而家個旅遊景點。呢一度咧會咗好多嘅馬膠石，你知唔知咩叫馬膠石啊？膠啊！有少少相關啦。其實咧，古人咧稱之為咧呢啲石叫做馬膠石，因為咧佢係形狀好似馬咁樣奔騰啦，亦都好似鉸咁樣跳出水面，咁所以咧啲人叫做馬膠石。咁但係咧後人咧讀嚟讀去咧就慢慢讀成馬膠石咁樣咯。哦，即係依度都係馬膠石。係啦，一個海嗰個馬膠石咁樣。喺1923年至到1930年，有荷蘭公司承包呢一個填海工程。就喺呢個大型工程裏邊，有好多千姿百態嘅馬膠石，不幸喺呢個工程裏邊被爆被採，作為填海嘅基石，只係留翻喺水中嘅一塊普通嘅岩石。如果我永遠都喺你嘅身邊，做你嘅守護天使。我諗最浪漫嘅事就係同佢一齊變老啦。咁點算啊？如果係家姐個女嚟㗎，如果佢兩個喺埋一齊，啲做中做人一定唔會放過我哋㗎。唔使驚，我聽日去揾我家姐傾一傾，我哋點樣拆散佢哋先得。好啦，魚肉 B B， 你喺邊啊？魚肉 B B， 我好掛住你啊！對書 B B， 我呢幾日都好驚，我到我出去啊，出邊啲人全部都逼我嫁，但係除咗你之後我唔嫁㗎啦。冇人可以阻止我哋，冇人可以㗎。呢個世界上面個個都阻止我哋，唔俾我哋喺埋一齊。既然我哋唔可以喺呢個人世界喺埋一齊，我哋就喺另外一個世界喺埋一齊啦。好啦，杜書 B B。於是佢哋決定服藥自殺，然後兩個人緊緊咁樣相依住，決定做一對鬼夫妻。喺1846年出任葡萄牙澳門總督，但自此曾有戰功，非常狂妄自大。佢曾經有一句名言：澳門這一掌之地，我一隻手也用不盡。喺上任嘅第2個月，佢就決定喺澳門徵收居民地租、人頭稅同埋不動產稅以供政府，派兵佔領水坑尾以北至關閘嘅中國領土，銷毀一共810戶嘅土地。1848年，佢命人喺澳門蓮峰廟左側有一塊直徑約1米多、奇幻不揚嘅環石，石上刻了葡國國徽及1848年嘅字樣，目的係紀念同炫耀其侵佔範圍。呢嚿石又叫做阿婆石，因為經常有個婆婆喺度乞食，每次阿馬騮經過都會施捨一個錢幣俾佢。當然，阿馬騮嘅政策引起好多人嘅不滿，其中一個就係冼志亮，又叫做沈米。佢喺包思高學校附近嘅6個祖墳，都喺阿馬騮開闢士多紐拜斯大馬路過程中俾人評為咗。我沈米已經去到極限啦，我對阿馬騮已經忍無可忍啦。如果佢一日仲喺世界上裏面嘅話，澳門人都會有好日子過。我一定要殺咗佢，為我嘅親人報仇。冇錯，我屋企嘅祖墳都係被佢評為唔殺佢真係難消我心頭之恨。我哋支持你，一齊殺佢，一齊殺佢！好，我已經知道佢最中意喺黃昏時候騎馬㗎啦，而且仲會經過關閘新起嗰條馬路添，仲會經過阿婆石，呢一個係殺佢嘅最佳時機。好。阿馬騮騎馬巡視關閘馬路去到阿婆石，都會觀看石上嘅雕刻，回味一下自己嘅豐功偉業。不禁自我陶醉一番，順手會向旁邊嘅乞衣施捨一啲零錢。1849年嘅8月22日，沈米同埋其他人扮成水果同埋花卉嘅小販，見到阿馬騮出巡，而其中一個人就將花生同埋豆灑喺路中間。阿馬騮嘅馬聞到香味，低頭食豆。沈米喺呢個時候就衝上前去跪低。大人，請你為我主持公道，我有事相求啊！有何冤情？我已經寫咗喺封信裏面㗎啦。當阿馬騮準備拎信嘅時候，沈米突然間拔出手裏嘅刀斬向阿馬騮嘅頸部，阿馬騮跌落，欲拔手槍反抗。沈米再一步上前，揮刀向佢頸上面劈，就咁阿馬騮就一命嗚呼咗。沈米將阿馬騮嘅頭割下，然後將屍身拖到阿婆石嘅草叢，迅速咁樣逃走。